11月24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马太福音24章，天国有意见，可靠又机智的仆人。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如果我们没有天国的视野，我们没有这个天国的意象，我们真的会觉得人生没有盼望。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不只是经上所记，在这个世代里面，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各处有灾难、迫害、饥荒，有那假基督、假先知迷惑人心的，这已经不是新闻了。然而在这样的境况中，早在2000多年前，耶稣早已预言，而且他预言的时候就提醒信靠他的人，要成为那个警醒、可靠又机智的仆人。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就在提醒我们，什么样是可靠又机智的仆人。我们在这个世上好像是面对这些苦难、灾难，看见这些令人失望甚至失落的消息。然而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所做的预言不仅是在预表，在告诉我们那即将发生的事情，那可能会有的景况，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其中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里说24章38节，那么谁是又可靠又机智的仆人呢？就是受主人指派来管理其他仆人，按时分配粮食的那一个人。而主人当他回来的时候，看见这仆人这样忠于职守，哇，这仆人是多么有福啊！因为这主人要派他管理所有的产业。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坏仆人，他会在心里盘算，也许主人不会那么早回来，于是动手殴打其他伙伴，跟酒徒吃喝玩乐。那么在他料想不到的日子，主人回来要重重的责打他，使他跟假冒为善的人一同受惩罚。在那里他要哀哭，咬牙切齿。这里在讲什么呢？其实讲了一连串耶稣他在预言接下来末日之前会经历到的这些灾难、迫害、迷惑人心的事，还有这些可能天空出现异象，还有人子来临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现象。讲完了这些之后，重点是我们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的读者，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些人要做什么。我们活在这个境况中，我们是要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浮浮沉沉吗？我们是要完全的活在好像一个另一个时空里面，完全不管这世界上的苦难吗？其实都不是哦。其实这边在讲特别透过24章最后的这一段在讲什么？耶稣他会再来，他再来之前，他其实让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是有一个职分，是有一个任务，是有一个生命的方向的，就是要成为那个警醒、可靠又机智的仆人，以至于耶稣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领受他所赏赐给我们要我们管理的产业。但如果我们已经信了，但我们耍废摆烂，好像没有信一样。这边说在天国的国度里面，这些天国的子民不按着这个天国的心意来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接受自己所做的审判。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上会有很多的灾难，甚至我们不用读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这些灾难早就已经开始发生。然而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更清楚的知道，不管是这段经文在许多的释经学家他们在讲说，其实是在讲主前100多年的事情，或者是主后70年的那个圣殿被毁的历史，或者是遥指这个末日要来临之前那个灾难的起头会长什么样子。耶稣他的言论其实都在带出一个这个世界好像渐渐会旧了，会坏了。人的心在那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当中，以自以为意的当中，引起许多的战争纷争，甚至迷惑人的心。
想要让人的心偏离了耶稣的心意。在这样的情况中，相信耶稣的我们，很重要的是要在其中警醒，警醒于我们是天国子民的身份，警醒于我们要坚忍到底，不被这世上的这些可能短暂的利益、短暂的好处，或者是为了要避免灾难，所以我们选择了不是跟随耶稣的道路。有的时候灾难太大，真的人的心很被考验，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就放弃信仰？然而今天的经文邀请我们，鼓励我们，面对再大的挑战，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因为在这样的世代当中，基督徒其实有一个身份，有一个使命，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全人类来做见证，然后历史的终局才会临到。这是耶稣他来到世上，他带下天国，但是天国之所以没有完全实现的原因，是因为耶稣他邀请我们成为在这个天国里面的子民，活出天国的实现。当越来越多的人都领受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相信耶稣基督活出天国使民的身份，越来越多的人，那历史的终局就是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才会临到。而耶稣再来之前会遇到灾难，会遇到有人自称是基督，有人自称是先知，有人会告诉你说耶稣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在历史当中有很多耶稣在这个西元几年的时候会在哪里再来我们要赶快搬去那里，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我们其实在过去特别我小时候我听过一些长辈有分享过这样子的事情。然而耶稣却说那个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在那之前好好的警醒，我们可以在那之前活出属灵的纪律，我们可以在那之前持续的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因为我们要成为那有可靠又机智的仆人我们要按着这个主人所指派的任务，按时分配粮食分配不是那个看得见粮食而已，更重要的是要让福音临到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而且这是天国子民很重要的使命。当我们的主人，当我们的君王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按每一个人所做的，我们会要与他面对面。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看见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苦难，然而在基督里领受这福音的人有平安。耶稣也讲，当他再来的时候，就像小偷一样，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他再来的时候，全世界人都会知道，那个记号是明显的，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看见。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是要在各样的境况中警醒，是要在各样的境况中不失去盼望，是要在各样的境况中持守信仰，持守那天国的法则，让自己和别人都不失落在这个信仰当中。我想我们在近期真的是面对这个教会的变化，面对这个人事的异动，面对明年的展望，许多的人或许会觉得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甚至困难的一个时刻。然而在这样的境况中我很常分享，最近很常分享，我们不要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撒旦魔鬼的诡计是要带来分裂，是要让人的心失去对信仰的盼望，是要让人自动在各样的选择上面，因着好像遇到了一个挑战之后就转弯，而这个转弯就是偏离了耶稣所要带领我们真理的道路。这都是撒旦魔鬼的诡计。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到这个天国的意象，我们要回到这耶稣他的教导，他的教导是连今天都有出现是要我们继续传福音是要我们不失去
这个持守的盼望要坚忍到底，要继续的向全人类做见证，然后历史的终局才会来到。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当我们不失去那起初的盼望、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福音、起初的经历，让我们持续的在信仰当中，即使面对了各样的挑战，我们的人与人、人与神仍然能够和好，仍然能够按着真理而行，仍然能够坦然的面对现实，面对真相，面对一切，然后走在真理当中。恳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领受，有这样的能力，也有这样的智慧来回应这个使命跟呼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在末日来临之前会有这些灾难，会有迫害，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可能小到是我们个人所经历到的，可能大到是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全球之间，像现在在面对的，不管是通膨，不管是各国的战争，不管是面对到这个能源的短缺，或是面对到这个环境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主，谢谢你，你早就告诉我们。但主，你告诉我们，不是要我们失去盼望，而是要我们在这其中仍看见自己的使命还有意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我们的意向就是要继续按着你的心意，到你再来之前，每一天活出那个按时分配粮食，好好管理主你所给我们的产业，在我们所做的事上要见证你是主，你是掌管万物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看见虽然有这些苦难，但我们一点都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而且知道主你要带来那个完全更新的国度。求主先复兴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先被复苏起来，好好的活着，在每一天活出你的心意，与活着的你一起活着。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与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我们明天见。